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信众为世界的和平而实践慈悲；中国政府在石渠县温波镇拘捕121名藏人；司政边巴次仁对印度北部的藏人学校展开访问；驻日内瓦办事处参加有关中国扩张政策为题的讨论会；流亡藏人在巴黎庆祝第20届喜马拉雅文化节；世界各地的藏人庆祝第61个西藏民主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第一则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因东南亚联合请法团之祈请，从本周二9月8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直播，向新加坡、越南、泰国等东南亚的佛教信众教授为期2天的由月称论师所著的入尊论释。达赖喇嘛尊者在第1天的法会上再次重申了修习慈悲与利他之心的重要性，而以此获得的心灵平静可以推动世界的和平。在为期2天的教学中，达赖喇嘛尊者还接受信众和网上观众的提问。在被问及如何克服焦虑、忧郁和恐慌的方法时，尊者建议人们尝试找出痛苦的原因，并找到消除的方法，而不是为此感到灰心。据了解，今年是达赖喇嘛尊者向东南亚的佛教信众传授佛法的第15年，也是第2度在网上向上述信众传授佛法。另外，中国当局以供奉和私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以及与流亡藏人联系为罪名，从今年8月初至今，先后拘捕了121名其统治下的甘孜州石渠县温波镇的藏人。在上周五9月3号，中国政府再次拘捕了来自温波镇甘丹喜珠寺的6名僧人和来自温波镇的2名妇女。在过去的2周内，中国当局在石渠县温波镇展开的突袭搜查中，先后共拘捕了121名僧俗藏人。据消息人士称，中国官员和军警在抓捕上述僧俗藏人时，对他们的僧舍和房屋进行搜查，试图搜查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截至目前，只有1名僧人、1名妇女和2名男子被释放。其余遭捕藏人被拘押在石渠县公安局。此外，为了评估在印度教育部下属的5所尚未移交的中央西藏学校的现状及了解教职人员的观点和建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9月6号开始，对印度北部的西姆拉、赫巴布尔、穆索里、大吉林和嘎伦堡的中央西藏学校以及首都新德里展开为期1周的正式访问。据了解，司政边巴次仁将在新德里访问期间，与印度教育部的相关官员就学校移交的问题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推进移交工作等问题。与此同时，本周二9月7号，司政边巴次仁在访问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的多兰吉本教藏人定居点时，觐见了雍中本教第34任教主迈日赤增仁波切。随后，司政参观了多兰吉的桑布扎藏人学校，并向该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发表了讲话。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于上周五9月3号与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民运人士和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代表参加了由印度智囊团体举办的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中共在印度和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扩张主义政策的讨论活动。驻日内瓦办事处人权事务负责人甘丹措姆女士在其讨论活动上发言时，揭露了中国当局在西藏持续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中共入侵西藏70年来西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并呼吁与会各方代表和各国政府通过反击北京虚假的宣传和叙述，为保护人权而做出协调一致的集体努力。
据悉，这场网络讨论活动由印度智囊团体法律与社会联盟和国防资本联合主办。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沙特·科伊布尔、新印度杂志创始人兼编辑和战略事务分析家阿尔蒂·提库、加拿大反共联盟联合创始人兼副主席盛雪女士和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格巴杜·乔格尔通过网络出席了讨论活动。与此同时，由巴黎的西藏之家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共同举办的第20届喜马拉雅文化节，于上周五9月3号在法国巴黎南郊的万森纳森林区揭幕。巴黎12区区长玛丽女士、国会议员伊丽莎白·皮卡女士、法国巴黎20区议员珍妮·维纳夫，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品措和秘书长南杰桑珠出席了活动。在第2天的活动期间举行的圆桌讨论会上，驻布鲁塞尔代表扎西品措向与会者介绍了近期在西藏康区扎温波100多名藏人因供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而遭捕的事件。他还强调，只要西藏精神还在，中国就会受到挑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新闻。在上周四9月2号第61个西藏民主日到来之际，包括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台湾、伦敦、坎佩拉、日本、韩国和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藏人隆重庆祝了这一殊胜之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与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共同在台湾立法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锁住西藏人民的枷锁17条协议，中共侵占西藏血泪70年为主题的新书发布会。该书由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朗多杰和西藏学者邱次仁共同撰写，并由雪域出版社出版。该书旨在让中国读者了解中国政府在过去的70多年里压迫藏人的真实情况，同时详细揭露了签署17条协议的时间和历史事实，以及中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欺世谎言。此外，为了提高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对流亡藏人民主进程的认识，驻澳洲办事处与坎佩拉藏人社区联合于当天举办了主题为“西藏民主”的网络研讨会。与此同时，在日本和韩国的藏人也于当天举办网络庆祝活动，并播放了由本台制作的关于西藏民主演变的15分钟的视频。而在历史悠久的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广场巨大的玛丽安雕像下，在数百面飘扬的西藏国旗中，当地藏人和支持者迎请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隆重庆祝了第61个西藏民主日。另外，在英国伦敦西北部的沃尔瑟姆森林市市政厅外举行的西藏民主日第61周年以及升西藏国旗活动上，该市市长伊丽莎白·巴普提斯议员重申了他对当地藏人社区的支持。与此同时，上周六9月4号，英国藏人社区在伦敦斯特拉福德市政厅外举行了该社区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该社区由居住在英国的少数藏人于1971年正式成立，300多名藏人和支持者参加了当天的庆祝活动。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